区公所的业务繁多，不管是为人文到防疫，或者是为补助到防灾，只要是甲市民相关的事务，不管大细项，拢是区公所咧包办。所以为将区政做更好的推广，中西区公所这次就特别邀请总家款评以及自由时报记者来到公所，甲同仁分享影片制作以及新闻稿写作重点。公所这边有些新闻可能也真的很好，但是因为记者行程很多嘛，就没办法赶过来。但这时候你们手机就可以拿出来帮忙拍，像就你们记住这几个概念，就拉景、中景、特写，然后我们要去补一些周围的画面。我们也许今天是介绍中西区的一些庙宇，然后庙宇有带一些文物过来，然后我们就是每庙宇的文物啊，也是一样，照这个概念，中景、特写、远景。去多拍几个画面，然后你们记住一个口诀：拉、中、景、推、拉、攀。你把这几个镜头运用进去以后，你这个新闻绝对是能用。每年都是这个活动，为什么今年跟去年有什么不一样？去年跟前年有什么不一样？它又不是第一届，第一届我就很好写，至少是一个破题。那我今年已经到了第5间公庙了。那这种常态性的东西，如果没有新的新闻点，它就会变成流水账，然后在黄金时间 PK 的时候就被人家丢掉，直接进垃圾桶。这其实是很常见的。区长汪庆龙表示，中西区公所每当都会举办媒体学习课程，希望会当加强公所同仁对着区政新闻推广能力。政策除了透过平面媒体或是电子媒体或是活动先导给民众知悉以外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那个资讯的内容没拿去表现和民众很清晰明了这是很重要。所以每年的话，我们会办理新闻稿的撰写请我们的媒体专家来给我们这个员工做指导了尤其现在的电子媒体发达怎样去收集那个影像去剪辑提供给媒体丰富的资料让我们可以把这个资讯传播给我们民众是很重要的今年感谢我们中嘉宽品的资源协助来让我们员工来知道怎么去做那个媒体的剪辑怎么做那个新闻稿的撰写台南市中西区长汪庆龙表示，区政的推动就是为民服务，如何将区政推动成果传达给民众，是公所真重要任务。透过这次课程，会当丰富同仁新闻稿写作能力，甲影片制作的概念。非常感谢总家宽评甲自由时报的协助。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